澳門賭業瀕臨崩潰，出現唔少荒謬嘅現象，有賭廳廳主發惡收舊債，幾十萬欠款變成9000幾萬。佢50萬變9000幾萬，佢而且冇攞咗張單俾我睇，係咪先？呢個9000幾萬係點樣嚟嘅咧？係咪佢爭我以前食我夾棍爭我嘅佣金9000幾萬咧？都有可能嘅喎。而且呢個客人係咁大嘅，咁啊佢私下做咗呢個客。40歲嘅丁小姐10年前幫集美集團主席林積喺賭廳做疊碼仔拉客，有客人簽咗50萬單，不過無力還債，事件不了了之。丁女之後冇做疊碼仔，以為事情告一段落，點知今年8月見翻林積，竟然追佢舊數。咁我話咁雲小姐就喺袋度攞咗一個9117萬嘅單，寫住我名，就叫我簽。咁我話係唔係我爭你錢嘛？即係話50萬個單，佢亦冇攞俾我呢張單。咁啊9000幾萬呢張單係點樣嚟嘅咧？丁女就嚇到死啦，想同林積當面對質，但被阻止，仲有人動用黑社會嘅方法追數。一個好唔講道義即係怪唔得當年俾人哋打到面腫口腫啦。咁唔講道義，而且用黑社會嘅手段叫我去簽，然後叫咗4-5個太仔嚟撳住我踢我，一定要我簽咗呢樣嘢。去到洗手間，佢哋仲不停嘅即係話要我快啲啊！點解咁耐啊？喺裏邊刮花你塊面㗎，你唔簽你相唔相信？你走咗之後，我會揾車撞死你啦！搭馬仔嘅就咁講啦，債主林積咧就有另一個版本。冇呢啲事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下面啲疊碼好多，又唔知道佢哋同人哋欠人哋錢就點樣噶咯。你咁樣可以嗌佢揾我啊！如果佢肯還翻啲錢俾人咪得咯。如果係欠人錢，嗱佢嗰個腦有啲問題嘅，應該呢個女仔，即係精神有問題嘅。成日揾我，我唔睬佢。聽主話冇用黑社會，亦指唔係追9000萬債，只係追翻50萬就得啦。種種跡象都係反映賭業環境衰敗，有跡可尋。梗係冇呢啲事啦，咁佢係簽咗欠單，係欠公司錢噶。有冇證據咧？梗係有啦。你佢自己做，佢應該係爭50萬啫。你咁樣拉佢還咗50萬咪得咯？